各位早晨，歡迎收睇5月16號朝頭早嘅天氣報告。我係陳欣俊。一股偏南氣流正係逐漸影響緊廣東沿岸，我哋預計今日天氣都會幾熱㗎。今朝早咧，各區嘅最低氣温普遍都係介乎25至到27度。至於天色方面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我哋見到廣東沿岸附近都有啲雲層㗎。不過雲層之間亦都有罅隙，所以今朝喺天氣照片上面都見到唔少嘅藍天白雲㗎啦。不過同一時間廣東西部咧都有啲嘅雨區發展㗎。我哋預測今日嘅天氣咧將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日間天氣會係炎熱㗎。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會係32度，新界咧就會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南風。我哋預計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10，強度屬於甚高。各位出門口嘅時候咧，亦都要注意防曬喎。我哋預計偏南氣流會喺未來嗰幾日繼續影響住廣東沿岸，天氣會係炎熱啦，亦都會有幾陣驟雨㗎。另一方面我哋預計高空擾動將會喺下個禮拜初至中期為華南帶嚟一啲驟雨同埋雷暴嘅。所以我哋亦都展望香港方面未來嗰幾日天氣都會係炎熱㗎。聽日星期六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而下個禮拜初亦都會有幾陣驟雨嘅。今朝嘅天氣就同大家睇到呢一度，再見。